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4月2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出埃及记第2章15节 B 到25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出黑暗。出埃及记故事的发生，是因为上帝听见了被奴隶以色列人的哀嚎，因此就拣选、呼召、差派摩西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出埃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出黑暗。但是呢，旷野的生活却是让他们进入另外一个黑暗，因为在这个当中，他们经常的质疑上帝、埋怨上帝、违背上帝去敬拜偶像。但是这个行程的目的却是为了要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光明。出埃及记第2章15节 B 到25节记载了逃难的摩西，他进入米甸的旷野，他遇见了西波拉，并且与他结婚生子，儿子就取名叫革顺，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寄居在外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来唤醒摩西，说上帝就是那个出示恩典的上帝。有一天，摩西坐在井边，米甸祭司耶特罗的7个女儿出来打水，装满水槽要给父亲的羊喝。有一些牧羊人来把他们赶走，摩西起来保护他们，又帮他们打水给羊喝。当他们回到父亲那里，父亲问：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呀？他们回答：有一个埃及人帮我们的忙，把欺负我们的牧羊人赶走了，还帮我们打水给羊喝。父亲问女儿：他在哪里？为什么把他留在外面？去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后来摩西同意住在那里，耶特罗把他女儿西波拉许配给摩西。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说：我寄居异乡的陌生人，这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革顺吧。过了一段时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仍旧过着奴隶的生活。他们向上帝求救，呼求他帮助他们脱离苦役。上帝听见了他们的声音，记起他曾经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他看见以色列人被奴隶的境况，非常的关心他们。上帝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反倒是因为我们迫切需要上帝的救恩。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像亚伯拉罕。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到12节，彼得也提到了受拣选的人就是要谨慎，不可以放纵自己，要成为圣洁，才能够领受到上帝的救恩，出黑暗入光明。圣经说：但是你们蒙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现在是他的子民。从前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现在已经得到他的怜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我劝你们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这种情欲老在跟灵魂征战。在外邦人当中，你们应当有端正的品性。这种情使那一些说你们坏话、指责你们做坏事的人，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主再来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
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亦无缺乏。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他使我的心灵苏醒，他照着应许导我走正路。纵使走过阴森山谷，我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领我，你用棍护我。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待我如上宾，斟满我的杯。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中。感谢主赐下救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活出圣洁美好的生命来跟随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